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西貢阿龍呢個頻道啊！今日介紹一個清水灣，好近坑口嘅，咁呢度比較方便。咁就細單位啦，400尺，同埋中層單位，咁啊兩房設計，有露台嘅呢個，咁啊面向西南啦，係啊，咁啊其實呢度就有光線入就唔曬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前面有個政府嘅斜坡仔，係啦，儲水式熱水爐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大約係400尺度啦，建築面積係啦，可能會多啲嘅，未經證實啦。咁其實叫兩房㗎呢個，因為嗱，你見到呢個門咧，喺個廳呢度咧，其實已經係一個房嚟嘅。咁兩房都算係實用啦，呢個係啦。咁而家咧早鳥優惠啊，因為又係未裝修好就已經影咗啦，業主就唔係好想我影嘅，佢話裝修完先啦咁。但係裝修完咧，通常都租咗賣咗㗎啦。咁呢個單位係點咧？佢就麻租咧就9300蚊，如果買賣咧就248萬，係啦，9300同248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就揾我，係啦，第一時間為大家介紹。呢個叫下洋村，咁其實好近坑口啦，或者去彩虹都近嘅呢度。好多謝收看呢個頻道，有興趣嘅朋友揾我。